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15，咱要做伙来读诗篇第4篇。为我辩护的上帝啊，我求救的时，求你应我；我困苦的时，你有甲我投放。但求你怜悯我，听我的祈祷。恁遮的人啊，恁将我的尊严变做见笑，要偌久？恁以爱空虚，追求虚假，要到第时？就在上主已经分别敬虔的人，做伊家己的。我求上主，伊会听我的声。着惊吓，毋通犯罪。伫眠床休困的时，心着安静自省，着献合上帝心意的祭，嘛着倚靠上主。真侪人在问，啥人会当互阮得到福气？上主啊，求你用你的面光照阮，你互阮心内有欢喜，赢过人得到真侪五谷甲成就。我要安然倒咧困，因为只有上主，你会互我安稳徛起。感谢主，伊是要互咱安稳倒咧困，也互咱安稳徛起，伫伊面前的主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是毋是欢喜成做一个敬虔、敬畏上帝的人？互咱的主将咱分别出来，互咱无行伫罪恶的中间，通得主的欢喜。愿主时刻甲咱三个伫地，互咱会通遵从伊的旨意来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